反正台逢加才10点啊。他还想知道他本人。哦，对，阿峰他下车了啊。嗯。对啊，那刚下车是阿峰开回去的，然后他走进去打给他，然后又走回来这样。冇听到。跟风车山嘛，打完的当天他妈叫他讲，按去要去做。他想说，到时候我家的白云看不到。哦，红色要去邮局的了。出来了。阿峰出来了啊。有。也就底啊。对了。这样子做。后来给他爽差迄个。但是我怎么冇准啊？哦。不要发抖。对。第一个没有穿雨衣呢。对啊，这里不穿雨衣而已啊。那都血是不是？地板不是。哦。好吧。一个长期在柬埔寨。应该对，应该是柬埔寨。不是的，那个是长期。讲你是什么？诈骗集团？请没有，他是回来救他。我知道啊。他是回来救。请什么嘛？是吗？那穿雨衣的可能想把车开走哦。对，开不。那寿司本该怎么谁有在这吧？掉到地上。那是。刚喝。对嘛？钥匙好像掉在地上。用啥子公路啊？走啊！本来开那台车走了，没有要，我抢没有抢。哦，他要开那红色车，那个红色车去邮局啊，那个小姐是要去邮局的。他把他拦下来没？他不停没。没有，他车上那没有人，他去邮局，我看他走下去邮局。那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开走？哪有一下就开？我靠背嘞。然后他们还住隔壁。他枪应该有拿出来指吧？对哦，住了一间。前一天他妈妈出殡嘛，人太多不好下访。新闻是这样讲啊。哪里有洗头的？那个人吓死了，车子马上开走，没看到。这样